竟然用樂高整咗個中環出嚟。大家好，我係靚正。五一假期帶 BB 嚟香港有咩玩？嚟香港樂高探索中心一齊發揮下想像力啦！位置就喺 K11 Musea B 1層，地鐵尖東站行 J 出口就好容易揾到啦。入口嘅造型已經勾起咗我唔少童年回憶啦。呢度係全港唯一樂高主題室內遊樂園，一入門口就可以見到樂高砌成嘅中環地標，仲有好多其他香港代表性嘅建築，好有意思嘅晝夜交替設計，感受香港日夜兩種唔同嘅城市風貌。BB 就好中意玩賽馬場嘅裝置，等你夠稱我再帶你入真馬場感受啦。嚟到遊戲場館更加驚喜，最近同 F1 合作推出標速拼戰活動，先揼個入打個卡先。活動真係好啱小朋友發揮想像力同專注力，用唔同嘅樂高同大人一齊砌出自己嘅夢中情車，分分鐘大人玩得仲認真過小朋友添。快啲用自己嘅戰車嚟狂飆啦！搞錯了，再來。最後記得放喺車庫 show off 自己嘅傑作啊！完成指定任務就可以獲得精緻嘅徽章啦！魔法轉盤速度啱啱好，大細朋友都玩得好開心。4D 動感體驗一定唔好錯過，夾啱時間就可以入場啦！除咗視覺聽覺，噴水嘅觸覺體驗零舍過癮。樂園自帶餐廳，食飽飽又可以繼續玩啦！臨走記得整隻自己嘅樂高人仔，當係到此一遊嘅紀念啦！可以俾小朋友了解香港文化，領略港版風情，又可以玩樂高發揮想像力。五一假期帶 BB 嚟呢度唔會有錯，又打卡個靚正好地方。